前搞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台湾后个月16要举行汉光36号演习，昨昏是先做头100个士兵实弹义演，期间济军事迷甲民众去看。另外，国防部嘛证实讲，中国军机已经连续2天走入咱台湾西南海域，咱有公布甲因赶走，目前状况拢正常。中华民国空军广播，对台湾西南空域高度80公尺中央军机，注意，因为进入了 ADIZ，以保障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最近定定侵犯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ADIZ， 在这中途，空军发现中共的运备歼十等飞机飞入，空军真顺机随放散驱离，共机也随离开。不过，这是自6月初9以来，共军第4遍侵犯台湾 ADIZ。国防部表示，目前状况拢正常。在7透早6点50，有民众伫咧屏东的高鹏基地边啊，翕到中国机7架飞弹画面。外界有可能是研发中的新型飞弹，因为中国机伫咧11暗也捌伫咧台东7架飞弹，连续进行飞弹试射，引起外界联想，是毋是甲最近强机定定了台有关系？目前台湾正进入准备那个汉光演习前的准备期，所以飞弹试射是很正常的。南海的北边，也就是靠近台湾的南边，这里就是前进的水下走廊，所以美国的军机跟中国的军机就比较常会出现在这个区域。战机伫咧民众的欢呼声中飞过，直升机也编队飞行。预定后个月16要进行的汉光36号演习。在7早起伫台中清水的甲南海堡做第1遍实兵实弹有演，用战场模拟状况来测验中部三军部队的联合反登陆能力，也吸引真侪军事迷到现场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地检署调查强谍案，有掌握3个立法院的前助理有涉案，那亲像伫发展组织，检方昨昏约谈10多人，其中有2个人互申请羁押，一个以10万块交保。今日透早，这个姓林的前助理行出来，面对媒体问话，伊拢无应话，直接用走的离开。伊是以10万块交保。检方调查强谍案，发现讲因若亲像去试探外交部陆委会开会的记录，嘛若亲像伫国会啊，有外交部啊，有记者媒体款内底，利用食饭的机会吸收成员发展组织。检方有掌握3个国会的前助理有涉案，询问了后，有姓陈的甲姓李的2个前助理，互申请羁押，啊若姓林的是这个前助理以10万块交保。来关心中国甲印度最近关系真紧张，15暗2边发生冲突，2边拢有阿兵哥死亡，印度这边有死20个人。消息传登去印度国内了后，各地即马拢出现抗议中国的示威活动。2边的外交部长昨唔赶紧通电话，即马是达成共识，讲要和平来解决。军用卡车载士兵到中印边界，因为2国驻军伫15暗发生冲突。虽然双方拢讲无开枪，也过造成印度这边20位官兵死亡。2国的外长伫17暗通电话达成共识，要和平解决争端。也过中国依然批评印度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在此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共识精神，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得越线活动，不得挑衅滋事。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印度总理莫迪强调，印度未主动了代志，也过也会全力维护国家的完整性和主权。मैं देश को भरोसा दिलाना चाहता हूं, हमारे जवानों का बलिदान व्यर्थ नहीं जाएगा। हमारे लिए भारत की अखंडता और संप्रभुता सर्वोच्च है और इसकी रक्षा करने से हमें कोई भी रोक नहीं सकता। 几十位民众提标语，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像加中国的国旗，抗议中国的边境驻军在冲突中造成印度20位官兵死亡。印度北部几个外边境的城市也拢出现示威活动。常常甲印度发生边界冲突的国家，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就是中国。主要是因为划分喀什米尔的边界问题，包括1962、1967甲1987年
两个国家先后发生3遍大规模边界军事冲突，中印两国几多年来互相指责对方侵犯领土主权，这边的冲突也同款。外电分析，中印两国自1962大战以后，拢伫咧增强军备，也拢是核武国家，也拢伫咧争夺印度洋区域的主导地位。这种利益矛盾正拍用会谈化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温暖打扫的西南风加上日头较猛，天气同款是高温烧热。咱来看上新的温度。这几天咱台湾天顶拢无啥云，拢是高温后雾热的天气，只有山区过昼了后，绝对流较旺，有西北风。若因为云较少，除了温度较悬，紫外线指数嘛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级数。气象局有针对花莲发布红色的高温警报，代表小连续3天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台北市柑仔色的警报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伫新北、宜兰、台东、高雄甲南投是黄色的高温警报。若花东纵谷到台东的台武，今仔日有机会会透火烧风，乡亲一定要细致。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花莲的富源昨昏中昼高温是升到38度半，已经小连续4天超过38度。台北市的高温嘛有37度6，创下今年甲当上高温的纪录，用电量嘛是创下新高。若今仔日同款热。因为最近台北市的温度称真悬，真正足热的，超过16迄天的36.7度的高温，这次上高温是超过37度。这个风是焚风的感觉，超过半个小时，我看都是会头晕晕的。太平洋高压势力其实还会持续偏强一段时间哦，还有这些热岛的一个效应的综合的条件之下，都有机会出现大概37、38度的一个高温哦。这嘛，地区全台湾出现潮刷、热衰竭等等热伤害症状的人增加真侪。敢若16公一天，都有16人去医生看。6月初到今半个月以来，累计是266个人。因为热伤害去医生看，甲去年同期比起来，人数可能会个创新高。有的病人会有症状，但有的病人是完全没有症状。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先是头晕、恶心、想吐或全身无力，之后呢，很快可能就晕倒了。只要有一点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赶快休息，赶快喝水。气象专家形容，因为地球暖化现象和地球温度真悬无要提示警讯。根据统计，今年5月份地球的体温甲当期平均温度比起来是悬要0.95度，是141年以来上热的5月份。不过，生态建筑系团队针对都市热岛现象，收集全台湾5大都市的温度甲湿度的资料，建立一套都市环境气候地图，互下车热区看了就知。未来希望会当用伫咧观光旅游、劳工安全。通好，互地方政府伫咧都市规划、热地设计时阵来做参考的指标，进一步替城市来降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有一寡中国配偶甲咱台湾人生的囡仔，因为无咱台湾的户口，即马留伫中国，拢无法度回来台湾。即寡父母是遭自救会，昨昏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申请，希望政府互这囡仔会当回来甲父母团圆。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表示讲，最近北京疫情阁压起来，不管是开放互这囡仔回来，也是互中国学生入来，拢爱看北京疫情的变化，才有法度进一步做讨论甲判断。来看自由时报，亚力大埔中药房2013年互县府雄雄拆掉，中药房的厝主张新文不足过身，引起社会关心。总统蔡英文有答应讲，要伫同一个所在定起。2008年7月份开工，即马厝已经起好啊，涨价按算今年中秋节要入厝。来看联合报，为着要提高咱台湾国际竞争力，总统蔡英文打算伫咧2030年，甲咱台湾发展做双语的国家。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昏是表示讲，为着要互学生囡仔创造出更较好学英语的环境，教育部打算来修法，要互国校啊，抑个初中、高中更较简单就当说双语学校，也是开双语班。来关心外国的生理人、商务人士、境外学生，对6月2日开始大条件会当开放入境。疫情指挥中心昨昏是宣布讲，头一批会大先开放短期商务人士来台湾，而且是挂条件申请的，会当缩短在家检疫的日子。不过前提是爱是疫情较稳定的国家，才有法度申请。
国内佫出现零确诊，而且已经连续66天无新增加武汉肺炎本土确诊个案。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6月2日起开放短期商务人士入境，不过必须同时符合4个条件，包含申请者必须是指挥中心宣布应入境的人士，申请来台湾的天数在3个月以下。入来台湾了后做商务活动，出发地是公告的低感染风险，也是中低感染风险国家，也是地区，而且登记前14天无其他国家地区旅游史。就他进来前3天的一个 PCR 检验的证明是那个阴性的。那来台的时候，他要有他的一个行程表，那有一个防疫的计划书，那由邀请的单位要来提出来。另外，指挥中心也放松自主检疫天数，若是来台湾的人出发地是 A 级。低感染风险国家地区，亲像纽西兰、澳洲、澳门、帛琉、斐济、文莱、越南、香港、泰国、蒙古、不丹这11个，入境了后第5天应自费检查，若是阴性就应该做自主健康管理。若是来自 B 级、中低感染风险国家地区，亲像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4个国家，入境了后第7天应自费检查，若是阴性就应自主健康管理。而指挥中心会每2礼拜来做检讨。指挥中心真会决定也开放新加坡，最主要它的个案90%几以上，都是移工，那他们都有做集中的一个管理，所以基本上跟他们的社区的影响相对的少。而指挥中心也正式公告，境外确诊的人登来台湾2个条件，包含发病日到登记日超过2个月，而且症状有缓解，也是发病超过10天，而且摕到2摆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将登来台湾。那违反规定，上当应罚15万。就是说，以前我们自己宣导为主啦，那未来当然是说，我们这边大概是依法来处理啊。另外，经过参考国际说法，而且问过宣告了后，指挥中心也决议，即阵确诊者解除隔离条件，会对即阵的连续3摆采检阴性，改做连续2摆就解除隔离。记者综合报道。那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昏伫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顶悬是宣布讲，要优先开放疫情风险较低国家，包括纽西兰、香港、澳门，拢总有11个所在的境外学生会当来台湾读册，而且是要毕业的学生大生。不过中国的学生即马暂时也袂当。为了兼顾防疫甲受教权，教育部正式宣布境外生登来台湾3个原则，以低风险国家地区优先。甲应届毕业生，也佫有住伫咧学校外口防疫旅馆的学生为优先，而且住伫咧越南、香港、澳门、泰国、帛琉、澳洲、纽西兰、文莱、斐济、蒙古、甲不丹这11个国家地区，拢总2238个应届毕业境外生，即马开始只要大学提出申请，经过教育部审核通过，就会当入境来台湾。相对于旧生或新生而言，应届毕业生应该是更优先回来把他的课业告个段落。学校爱送入境名单，甲检疫场所确认，境外生入境了后，爱到机场的柜台报到，坐学校的专车或者是防疫客厅车，再去防疫旅馆做14天的检疫，费用爱家己负担。不过每一个人逐工拢会发台票1000块的防疫补偿金。如果能用钱解决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能回来。那当然，钱方面也希望能够省一省。可能就尽快吧，就20几号就订个机票回来，因为我还要回去收东西。大部分的香港学生拢认为这是好消息，总算会当回来台湾。不过中国学生因为北京的疫情烦苦，恐惊会真做空胖，所以排除在外。有中国学生感觉真无奈嘛，真生气。我是在广东嘛，那广东6月份以来就是都是完全没有本土病例，就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好些省份都是这样。扣除头一波会当入境的应届毕业境外生，其他23000外的境外生，尤其是其中有7600个中国学生，后手要安怎安排？潘文忠表示，会按指挥中心的定期评估甲公告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虽然咱台湾即马疫情已经冻点，不过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33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共款维持445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日本是17000多例，南韩超过12000例。那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22万例，巴西超过95万5000例，俄罗斯是超过55万例，欧洲西班牙超过29万1000例，英国超过30万例，意大利超过23万7000例。
镜头来中国北京疫情搁举起来，北京嘛甲防疫提悬到第2级。对昨开始，中小学的学生已经停止去上课，而且所有社区即马嘛拢进行封闭式的管理。北京武汉肺炎的疫情搁反扩，北京市政府17召开疫情防控记者会，宣布北京16新增加31个确诊，目前已经连续4天，每天增加10个以上的病例。北京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1例，疑似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北京从11开始发现一个本土确诊，隔当天搁增加6例，13、14拢直头增加36例，15、27例，也那16是31例，拢总已经137例。目前北京16个区疫情已经拓到9个区，也搁有河北、辽宁、四川、甲浙江等4个省。目前北京官方16已经宣布封控的级别为3级调升到2级。北京所有的中小学甲幼稚园17开始拢暂停去学校上课。截止到现在，今天全市中小幼各个学段已经全部实现进校，学生居家在线学习，都已经在物理上把每一个孩子安全的隔离在家。北京所有的社区全面做封闭式的管理，严格管控出入北京、甲境外入境的人，拢要全部集中做核酸检测。北京中高风险的街仔路、甲新发地市场相关的人员是禁止离开北京。北京市民非必要嘛袂当离境。若是一定要离开北京，都要有核酸检测的证明。我在整个小区里边走了一圈，发现呢，大家情绪还是都比较稳定的，也能够理解这次封闭小区的措施。另外，在物资保障方面呢，便民商店里边的物资还是比较齐全。北京目前统计确诊是137个人，其中106个人伫咧北京地大病院。院方强调讲，逐天收治的人数增加了真紧，后一步已经准备好扩展到400个病床。而我们所在的一个病区呢，收治都是血症病人。现在病人多半都属于轻型和普通型，病人现在这个精神和这个心理都在这个恢复期间，然后整体上面都趋于平静。北京2大机场为着配合防疫，嘛大规模取消航班，目前已经超过70%。也若铁路部门配合防疫，17开始替旅客办理退票。中国防疫专家认为讲，北京目前也未出现家庭群组感染、甲病院交叉的感染。疫情还搁伫咧早期的阶段，也若防控的管理要是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武汉肺炎的疫情伫美国，也有拉丁美洲共款是真热烈。美国的德州甲佛州病例数共款愈来愈多。那拉丁美洲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其中巴西的确定病例已经要逾100万例。随着美国各州陆续复工开放经济活动，全美50个州内底至少有22州的新冠病毒新增加患者人数创下新冠纪录。其中佛州、德州甲亚利桑那州16个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拢超过2200人。佛州州长迪尚特认为，这是因为扩大检疫人数，才搁再创下纪录。另外，也无排除社区传染增加。We've had community transmission the whole time in different areas. It's not like we didn't have that. I mean, you've had it in Dade, Broward, Palm Beach. 相关是疫情重灾区的拉丁美洲，尽管部分国家实施防疫做法，不过随着各国感染人数增加，整个拉丁美洲破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其中超过半数死者拢是巴西患者。巴西因为采取经济比防疫较重要政策，伫当地16新增加患者头一摆超过34000人，总计患者人数超过92万人，挖近100万人。这也互环境卫生组织警告，拉丁美洲可能会在6月到7月出现病毒感染高峰期，呼吁各国继续实施防疫做法。已经24天无新病例，纽西兰16出现2位新确诊病人，是一对境外英国入境的纽西兰姊妹。因对英国回乡探望破病的父母，基于人道同情因素，因无接受病毒检验，就提前解除隔离。后来被验出确诊，而伫咧确诊进前，因已经前后甲300多人有接触过。这互纽西兰总理阿尔登真生气，强调袂允许任何人破坏所有国民的防疫成果。I am appointing the Assistant Chief of Defence, Air Commodore Digby Webb, to oversee all quarantine and managed isolation facilities, including the processes around the exi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in these facilities.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北韩伫16下晡，甲两韩互相联络的办公室炸掉，嘛呛声讲要恢复伫咧非军事区派兵。南北韩的局势即马愈来愈紧张，这是引起日本的关心。南韩昨昏是表示讲，因无要阁吞忍，无要阁接受北韩这款无理的行为。那南韩的统一部长嘛认为讲，伊无做好，所以宣布要西瓜落台。北韩16下晡，家己咧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炸毁，朝鲜半岛虽进入真紧张的状态，嘛引发日本的关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7表示，日本对这件代志是真关心，而且当咧收集甲分析相关的资料。虽然袂当公开细节，不过强調講會繼續甲南韓，也閣有美國密切合作。引き続いて日米韓3カ国で緊密連携をし、対応を行っていくとともに。警戒監視にも万全を期していきたい、こ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嘛，伫咧17強調講，北韓最近對總統文在寅的批評是無意義的，南韓是袂閣接受北韓無理的行為。 최근 북측의 일련의 언행은 북측에도 전혀 도움이 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이로 인해 발생하는 모든 사태의 결과는 전적으로 북측이 책임져야 할 것입니다. 특히 북측은 앞으로 기본적인 예의를 갖추기 바랍니다. 伫咧甲兩韓聯絡辦公室炸毀了後，北韓並無停止起事。17閣講要伫咧開城工業區等非軍事區的所在恢復軍事活動，同時伫咧兩韓的邊界駐軍嘛期待南韓派特使去協調。 금일 북측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 대변인 발표를 통해 금강산 관광지구와 개성공단을 군사 지역화한다고 밝힌 점에 대해 강한 유감을 표명한다. 남북 공동연락사무소를 폭파한 것은 북한은 자신들이 한 말은 지킨다는 것을 보여주는 동시에 그 폭발하는 그 광경, 그러한 사진으로 선전선동 효과를 극대화하기 위함이라고 봅니다. 因为南北韓的關係愈來愈惡化，南韓統一部長金連鐵認為家己應該要負相關的責任。 17下晡宣布請辭落台，結束1年2個月的任期，希望會當替兩韓的關係帶來新的轉機。記者綜合報道。 法國這陣仔嘅街路真無平靜，有真濟示威活動，其中有一群人是警察，因為因講最近嘅示威活動，攏甲警察罵甲臭頭，嘛抗議法國政府即馬是禁止警察用戴頷頸的方式掠歹人，因講政府攏無得顧警察的安全，因為警察不滿，所以法國政府嘛隨收回這個禁令，講要去研究。 唱歌展示團結，拍波啊互相加油。在全世界攏發生反歧視加反警暴的示威，法國警察也上過頭，唔是為咗執法或者是響應民眾的訴求，是抗議政府頂禮拜宣布索奧禁令。 Mes collègues qui utilisent la clé d'étranglement que nous on appelle une technique d'amener au sol ne le font pas par plaisir, ils le font parce qu'ils ont affaire à un individu virulent qui ne veut pas se laisser faire. 索奧是一種掠頷頸啊壓制對方的方法。 因過伫美國黑人弗洛伊德因此死亡了，各界批評警察部隊索奧的手法引起社會討論。在法國有這種爭議，法國內政部長頂禮拜順應民意，下令禁用索奧。警察甲憲兵學校也無過再教，結果警察工會反彈，連續幾多天上街頭抗議。有警察甲手銬等伫咧塗骹表示不滿，有人開車騎喇叭，希望警察聲聲互人聽到。Et en plus de réprimer, forcément, c'est son rôle. Faut pas l'oublier, elle protège et elle sauve des vies. Et elle sauve des vies, quelle que soit la couleur de peau de l'individu. Donc, aujourd'hui, le gouvernement doit nous donner les moyens de travailler. 要在警方的壓力下，內政部15撤回禁令，前後才實施1禮拜。內政部講大體方案，譬如講增加電擊槍的數量，定案進前，警察會當繼續使用索奧。目前法國大約有15000支電擊槍，不過這項執法工具也唔是攏無問題。監督警察的機構就講，去年法國有1個人因為電擊槍死亡，3人重傷，使用無說理，因為有可能引發爭議。記者綜合報道。 來關心甲咱台灣關係真好，一個即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風聲講，因為甲川普冤家袂下，喺去年9月份離開了後，伊即馬決定要家己寫冊寫原因。伊個冊是按算6月23要上市，不過美國政府講，這冊內底有寫到真濟國家機密，嘛有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決定要拍官司，阻擋這本冊出版。
立场鹰派美国前国安顾问普顿甲总统川普最近做代志17个月就被洗掉，怎样真侪内部的普顿要写书，唔是秘密。怎么自上已经伫咧拍广告，一本川普无希望你读的书回忆录，会伫23上市。川普政府想要改动，16决定要改告。If he wrote a book, I can't imagine that he can because that's highly classified information. Even conversations with me. They're highly classified. So that would mean that if he wrote a book and if the book gets out, he's broken the law. 任何处理机密证书的美国官员拢会签一份协议，未来若要出资，拢会交付手稿予政府审查，确保内容无涉及敏感资料。美国司法部长讲，普顿的回忆录手稿内容可能造成国安威胁。We don't believe that Bolton went through that process, hasn't completed the process, and therefore is in violation of that agreement. 一本592页的回忆录，先可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书内面有讲，去年6月伫咧台湾举行G20峰会时阵，川普不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助伊赢到2020的大选。普顿伫咧政坛遮尔久啊，又国甲川普关系真密切。这本回忆录毋是讲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个人私底下代志也讲真多。普顿讲，川普甲做了司法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英国伫咧政府被发告，这本书是毋是当上市，也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钓鱼台的主权争议继续在炭烧。昨下晡有民间团体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日本要甲钓鱼台改名，不过台湾市长伫网络顶头，伊是讲改名甲领土甲主权无关系，嘛讲那准既然要甲钓鱼台改名号做头城钓鱼台，伊讲这嘛是咱台湾内政的问题，伊嘛袂去抗议。钓鱼台就是钓鱼台！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带领拿天行动联盟几个团体举抗日的旗仔，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外口抗议，因为日本石湾市议会会伫咧22表决钓鱼台改名的案件。华人保钓联盟批评讲，1972年美国甲琉球群岛甲钓鱼台历史的管辖权交予日本，日本想要占领钓鱼台已经有49年。不要挑起中日之间的仇恨。此时此刻，在全世界都陷入混乱的时候。你们去改钓鱼台的名字，这什么意思呢？你们是蓄意挑起战祸吗？石原市长有说，他认为说这是为了反制中国才做的改名这样。哦，他这个是对台湾说的吧？对。啊，那他为什么不去跟大陆说？抗议你抗议大陆，你去跟大陆抗议，你不要跟台湾讲，你这个是收逃卡的是吧？警方夜排的警告，落尾保钓团体甲抗议书交予日本交流协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16有4隻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海域，这已经是中国公务船连续64天侵入的行为。石原市长中山义良伫咧 Twitter 回回讲，日本改名是为了提升地方治理的效率。也若针对宜兰县通过改名头城钓鱼台，因认为讲这是个人的内政，并未去抗议。最后，各搭台湾甲日本的国旗表达友善。学者分析，石原市按算伫咧10月初1正式改名，即天拄好是中国国庆日，会当看出日本改名甲中国反制的气味是真高。到年底有可能习近平要到日本访问，特别是中国也在寻找一些什么跟日本叫价的一些谈判的筹码，他有他的一个步调在进行。针对钓鱼台的问题小白题，外交部强调讲，台湾对钓鱼台历史的主权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呼吁日本爱谨慎来处理以外，嘛呼吁各方爱避免会方感觉紧张的行为。若是真正安尼，台湾会采取必要的作为，保卫台湾的主权甲渔民的权益，嘛避免第三方趁机会软空芳。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接受民进党的征调，要代表民进党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陈其迈是表示讲，高雄是伊心肝头，伊专心想要经营的所在，伊想要回去高雄拍拼，所以嘛已经辞掉副院长啊。那民进党的主席总统蔡英文是表示讲，民进党派出上好的人选，就是希望高雄人会当看到政府是真心想要建设高雄。我已经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工作，并且接受民主进步党的征召，准备投入这一次的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征调陈其迈加入高雄市长的补选，陈其迈嘛甲副院长的职务辞掉，无要带职务参选，嘛强调讲高雄是伊的拼全力去做的所在，希望高雄更较好，即嘛要倒来高雄拍拼。跌倒了，爬起来；爬不起来。用爬的也要达到目的。高雄对我来讲是一生悬命的地方，
高雄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故乡。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是表示，定调陈其迈会使讲是真确定的。2018年选举失败，无论是对陈其迈，或者是伊，拢是真大的冲击。陈其迈担任副院长，嘛去互讲内阁是败选者联名。不过，相信这段时间的表现，大家拢看会到。伊嘛交代陈其迈2个重要的任务，爱互高雄人看到民进党的改变，真心建设高雄，爱用上紧的速度，互市政好好啊运作。高雄人曾经给我们教训，现在高雄人也给民进党补考的机会。我们既然派出了最强的战将，就一定要赢。不只是民进党要赢，高雄的建设也要赢，高雄的发展更要赢。民进党全力备战高雄的补选，党部嘛已经准备好势，启动复选。咱若陈其迈时节是达到正式生效。另外，伫咧防疫工作表现真好的经济部长沈荣津，可能会接副院长的课。现任的经济部处长是国安会秘书长国立乡的家后王美花，会接替经济部长。按算拜五会发布新的人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要伫8月15投票举行，民进党这边已经派出陈其迈，那国民党这边昨昏是伫中常会通过高雄市长补选定调办法，要由高雄在地人士提出建议的名单，再由党中央来定调。会广听高雄地方的意见，让他们推选出来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候选人。我们下礼拜的中常会就要移到高雄，就要把那个征选出来的人选介绍给大家，这个都有知名度的，不是素人啊。国民党表示，人选会找高雄在地有知名度的人，而且会是国民党籍的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伊相信党内会做出上佳好的选择，而且伊嘛落难去斗相共复选。总统府宣布讲，现任的国安会咨询委员萧美琴要出任咱国家驻美国的代表，这嘛正做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性的驻美国代表。总统府表示，这项人事案美国嘛有同意啊。国际上很多朋友也关心，也想要了解台湾的一些防疫经验哦。2月份想要连任法院立委失败，萧美琴迄当阵陪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访问美国，参加华府国家祈祷早顿会重要活动，就传出讲是为了要接外交工会先来春轮。落尾萧美琴4月份先去请来做国安会咨询委员，16总统府正式宣布萧美琴出任驻美代表。他的提名呢，美国政府也迅速的予以同意。所以总统呢也特别期勉萧代表未来要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面来持续深化台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这项人事案嘛是得到美方同意。萧美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的硕士，捌担任过4届立委，伫咧外交国防委员会拍拼真久，嘛捌担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嘛伫咧民进党驻美办公室做过工作，外交的经验是真丰富。因为台美关系是即马目前外交工作的重点，萧美琴来接驻美代表，嘛会强化台美两国的合作，是现蔡政府第2任期的目标。这个促成川菜会甲访问华府。我跟他以前工作上有接触，我觉得条件都不错。他除了语文之外，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跟这个总统这个之间的这个管道啊，非常的畅通啊。他也很了解总统的这个立场嘛。萧美琴的表现得到朝野多数的肯定，捌担任过驻美代表甲外交部长的听见人表示，过去非外交官出身的驻美代表，像讲高教授甲金溥聪，政治色彩是较高，希望萧美琴会当找到平衡。不过针对头一届有女性的驻美代表，是予伊肯定。美国众议员约霍 AIT 前主席普瑞特。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史瑞豪是表示真欢迎，认为萧美琴是真适合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寡中国配偶甲咱台湾人生的囡仔，因为无咱台湾的户口，即马留伫中国，无法度转来咱台湾。即寡爸母昨昏有组自救会出来陈情，政府即马是回应讲，这囡仔要有居留证，才有法度进来台湾。我想和爸比妈咪在一起，我想回家，我爱台湾。对家头来讲，思念亲人甲朋友，想要回去台湾读册的心声，受到疫情的冲击，互留伫咧中国的中国配偶的囝儿，因为无台湾的户籍，无法度转来上课，学业转来暂停。但未到政府的配套措施，这个爸爸妈妈成立自救会，17下晡去疾管署求情。政府高抬贵手，政府高抬贵手。
正在家长请求政府手势牙关，唔通放袂记这群新台湾的囡仔，强调团族权是基本人权。中国配偶的家里长期放留伫中国，唔但学业出问题，嘛影响伫咧台湾的专案居留资格。其中一个中国配偶过妈妈的情绪真激动，靠讲因查囝有专案居留的身份。今年过年登去海南岛探亲，毋过伫咧2月初7坐飞轮机登来台湾的时阵，因为无中华民国的户籍，直接去互遣返。伊规日涂骹靠讲，希望政府会当互因查囝登来。他没有办法申请他的出生地，求求你让孩子回来吧，求求你们了，别把小孩子挡在外面，小孩子很害怕。自救回了，行向行政以递交订正书，毋过政府讲，中国配偶的家里必须要有居留证才会当入境。中国这些相关有关，不管是从人道或者就是说学生，好，那这个我们都需要在观察这段时间哈，这疫情的变化，然后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讨论。如果是指小民们以及团聚入配的话哈，那小民的部分大概在1000多人。但市长表示，若是有居留证，会当入境台湾。毋过自救会强调讲，真侪中国配偶的家里，毋是像外界所想的，无摕到台湾的国籍，是目前当地申请当中。毋过即届拄到疫情，要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可能会更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少年事件处理法，去年修法通过了后，伫6月19明仔要实施。未来针对无到12岁囡仔，若准犯刑法，变行法律的司法的定数，该通知学校甲家长来处理，要由教育、社政甲警政机关来接手。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在下次开庭前呢，不能再偷脚踏车，好吗？这查甫囡仔想要偷看一台脚踏车，被少年偷看车行抓到，往往被移送到少年法庭审理。不过，立法院去年3读通过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案，预计第19正式实行。对于12岁以下儿童触犯刑法，全面杜罪化，免搁进入司法庭诉，该由教育甲社政机关依离款法、学生辅导法处理。而儿童前科记录也拢会注销。在未来，可能就是我们会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它是一个儿童行为的问题，那可能着重在家庭功能的一个强化跟支持那个家长，就是可以去完成这个部分的一个社会适应的部分。对着修法，未来警察机关接到报案，儿童出现偏差行为，必须先通知学校甲家长处理。学校认为情节相当，会用转报社政单位协助。若是儿童原生家庭失去功能，也是监护人认定，无都负起教育责任，也通报所属县市政府，由社政单位进行紧急安置。超过96点钟是报车加司法庭裁定安置。而即阵伫少年法庭的10名司法安置儿童，也拢交由社政机关来接手处理。而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秘书长叶大华支持用教育辅导矫正儿童偏差行为，避免儿童进入司法庭诉、放大标签、放大检视。不过，伊也对着资源整合问题感觉烦恼。包括他的专责人力，他要放在哪一个行政部门下，他需要多少人力配置，需要多少资源，才能够在社区里面布建这样的少年或儿童的保护网。这个是比去定义他哪些犯罪行为或者偏差行为会更重要。即阵全国少年法庭调查审理执行的儿童事件有220人，这案件拢要在19全部结案，回归行政体系辅导，依照类型分别裁定未送审理、未送保护处分，也是终止执行。而儿童犯罪这个名词也行入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台湾对世界口蹄疫的疫区除名，咱台湾的猪肉会当出口啊，会当外销啊，这是互业者真欢喜。因为本地伫疫情还未爆发之前，猪肉1公斤还阁有卖到80多块，啊，不过即马已经无遮好的绩效，所以业者是希望讲会当早一日登去到英国的好光景。迄天发布口蹄以后，整个人生是。真的是掉到地狱里面去。想到20几年前口蹄疫重创全台的情况，饲猪的人心肝意愿感觉真痛。疫情爆发了后，猪肉价对1斤80几块，落到剩几块银。为着猪这猪抬掉了后，无为着猪，相关嘛是爱家饲好大只，唔甘互伊咬死。就算饲无够成本，嘛是爱继续饲。咱腰做艰苦，我嘛猪仔嘛是惊伊腰嘛是用落去啊。这个赚，这是赔的更多。
也因为考第一，台湾政府甲农民一直改善饲猪的技术甲环境，来到低调，无啥物比赛味，猪仔大家也拢真清气。饲猪的人要入去内底，也拢会穿着防护衫，鞋仔嘛拢爱浸消毒水。上行最近非洲猪仔伊过入来台湾，大家拢真势利。而即阵饲猪的人上5万的就是外销的市场，不过这方面困难甲挑战袂少。美国跟加拿大，甚至巴西。 他们的猪肉生产成本，因为他们是谷物的产地，所以他们的猪肉生产成本都比我们便宜很多很多。那我们未来面对的，除了疾病的保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他们的低价竞争。台湾20几年前被归做考第一地区，即阵虽然度假嘛，猪肉也用外销啊，不过每一步行啊更加细腻，希望在重回较早外销的好景，好好食的台湾猪肉也用受到外国人的喜爱。 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考第一无啊，啊，毋过虾仔若亲像破病啊。新竹县有一间饲虾仔场，进前方验出讲有对中国来的病毒。县政府虽派人去甲1200斤的虾仔，甲21000尾的虾仔仔全部拢毁掉。即马毋若新竹，伫咧新北、南投、云林、高雄、甲屏东，嘛拢有传出灾情。 新竹县竹北市一间饲虾仔场传出去挖着对中国来的杂种目轻彩病毒，县府赶紧去处理，甲去治着病虾仔销毁殆掉，拢总销毁了要1200大斤的生虾，跟2万多尾虾仔仔。这种病人他熬虾有出现什么状况？他看不出什么状况，他没有状况，就是说他会慢慢的死亡而已，慢慢的死亡，他的层数会比较不好，就是很低。 因为我去年没有这种状况，是今年才有。家特所表示，这款病毒是一种传染力真强的病毒，对虾仔量下致死率会当到80%以上。这道去互喂着虾仔，原本拢是供应餐厅为主。它主要是感染在虾类，那死亡它传染性很强。那在白虾可以造成80%的致死率，所以对这个虾类的影响是非常大了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在澳洲鳌虾的这部分，其实它对它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目前也无法度判断这种病毒是对倒位来的，也是当时入来的。台湾嘛也未开放中国虾仔在进口，虽然未传染予人，农委会已经开始进行国内虾仔场的疫情监测，目前长拍拼咧清查国内虾仔场的感染情形。虽然这款病毒未传染予人，但是民众嘛是爱避免找食。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的货库即马库存是无够，所以屏东的职业工会就组志工团，招劳工做伙来捐货，来帮助社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屏东捐货站统计，捐货人数降2成至3成。目前国内疫情有较冻点，屏东县政府劳动处甲屏东县百工师傅志工团做伙举办捐货活动，邀请民众加入助人的行列。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怎么样？除了接受政府协助以外，我们也能够回馈这个社会。 所以在这一次屏东县政府特别邀集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会的部分的代表，那大家一起自掏腰包的大概都每一个工会都负担4到5万元左右，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热血劳工挺捐血的活动。职业工会会员唔那参加捐货，佮家己提钱买白米、当季水果，总共捐出500多份的民生物资，用实际捐货行动表现出劳工回馈社会的精神。捐血活动是，他们讲是一种介好的公益，尤其是这个疫情过需要人该做呀。我嘛是要救人啊，所以台湾走来捐货。屏东县政府透过结合民间甲社会资源的方式，嘛希望会当带领更较侪人共同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世界充满温情。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有一间老人的日间照顾中心，特别设计一款人体的大富翁的游戏，互时代算甲有够欢喜，真正是食甲老，意甲老。看阿嬷在摇尻川，大家拢笑嗨嗨，因为这款人体好野人游戏，就是把18刀仔弹出去，看拄到什么关卡，人就爱行进前，也是退后。这是云林水那一间日照中心设计的活动，毋但要互长辈同齐去头壳。
嘛要互因叮当骹手，让长辈知道说，我丢了一个骰子，我可以走几步，然后让长辈有多一点的思考，还有多一点的活动。为着会当加做游戏内底好野人，阿嬷因拢真认真参加活动，想要拼头名。因也会替其他人加油，连边仔职工拢感受到因的活力和热情。虽然长辈他们拿拐杖走得很慢，但是他们都很享受这活动中的过程，笑得很开心。有叮当啦吼，这有运气啦吼，有奖品奖啊嘢啦。人讲老人囡仔性，老大人算这款囡仔上介意的好野人游戏，同款算甲欢喜甲。有的老大人可能较无介意运动。不过，人体好野人游戏会使拿佚佗、拿运动，佮通用奖品写时段来参加，嘛替因的生活加添袂少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联合暗报伫6月初停刊的时，有强调讲所有的记者拢要留落来。不过即马有记者投讲，其实有4个走体育线的记者红丝头路爱登去食家己，所以因无排除要去提出申诉。收到资遣通知的当天，我都还在上班。手里的电脑是记者拍过做工课上重要的机器，不过对联合暗报停刊，这体育线记者吴小姐嘛无透露。那一天会突然消息出来，我们也很吃惊，因为报社据我所知，真的是很少人知道这个消息。第10天后你就走了，剩下的我算预告公司给你，然后隔天你就不用倒班。我觉得这个手法非常的野蛮，也很粗糙。6月初1联合暗报雄雄宣布，过长工初2开始停刊，当初是对外强调讲，采访中心的外勤记者全部留任。不过吴小姐指出，体育线包括伊在内有4个记者，伫咧宣布停刊的迄天，才临时互找入去报社，知影讲要去互资遣。记者打电话去联合报，公司回应讲，联合暗报停刊，体育记者的人力重新盘点了后，资遣并无违法，而且体育记者伫咧公司的组织内底，算是内容备台中心，毋是采访中心。不过针对公司的回应，吴小姐感觉无法度接受，嘛无排除向劳工局来申诉。他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是有合法性，就是长期亏损或业务紧缩来之前我们，那你现在民营公司还有开其他53项的职权，那真的是叫业务紧缩吗？全都没有符合最终手段原则。由法院那边去做个案认定，调解可以先向劳工局这边来申请。新北市劳工局指出，联合报体系员工超有1500个人，联合暗报停刊超有10外个人向通报资遣。若是有劳资争议，会当向劳工局申请介入调解，无法度达成共识的话者，劳方会当去申请补助来请律师拍官司，交互法院来裁决。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中寮乡人口有14000多人，那65岁以上的老人有3200多人，是南投县老人人口比例上悬的所在。不过今年正月开始，中寮卫生所医生离开了后，各大拢无医生。今日的诊疗室内底，医师真热心的伫问患者的状况。候诊大厅内底，阁有几个老大人等要看诊。这是南投县中寮乡的卫生所，嘛是当地民众主要看医生的所在之一。不过自从今年1月中，原本的医生离开了后，中寮卫生所就无专人伫遮看诊的医生。医师还没有补助之前，那我们还是协调邻近的卫生所前来支援他们的开设门诊开业医的部分，也支援我们部分门诊的一个时段南投县中寮乡的人口超14000多人，超过3200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但是规个中寮乡敢若5间私人诊所，所以卫生所对当地民众来讲是真重要的医疗资源。所以若无医生安尼，恁看病要安怎？真麻烦呢。那卫生所无医生是真费气，来要摕药要创啥要早摕。中部除了南投县偏乡的卫生所欠医生，苗栗县、云林县嘛拢有卫生所无医生。若是都会型的大中市，嘛有6个卫生所是同款的状况，而且佫包括伫咧逢甲相款的西屯区卫生所，普遍拢是因为薪水较低，无法度请医生来遮主任。不过中华县卫生局长叶干别说有无同的看法。对医生来讲，薪资只是其中的条件，最重要还是他身为一个医师，他医疗专业如何能够充分发挥，让这个偏乡的这些民众能够健康而更好。其实只要有成就感，很多医师都愿意留在偏乡。中华县嘛有真侪偏乡的地区，不过目前敢若一个卫生所暂时还未补到医生的缺。叶干别表示，卫生所的业务真复杂，应该强化护理长的行政功能，嘛互医疗甲公共卫生会当互相结合。
若是各县市嘛，拢已经向中央反映，希望会当提悬卫生所医师的薪水，互偏向医疗袂阁有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咱头拄有看到老人耍游戏会当击头壳。伫日本有一个已经食到90岁阿嬷，互头壳顶当的方式就是拍电动，而且伊拍的是迄少年家伫咧耍的电动。伊的孙佫替伊开一个 YouTube 直播的频道，互伊即马伊的迷众有30万人。顶个月伊嘛摕到世界纪录的认证，即马成做全世界上侪会伫咧拍電動的直播者。こんにちは。今日は皆さんにご報告があります。先日私がねギネスに登録されました。世界最高齢のゲーム YouTuber ということですね。表情总是笑眯眯，身边是阿嬷向 YouTube 30外万的支持者，展示家己的金色世界纪录证书，感谢大家的支持。阿嬷今年2月才拄过90岁生日，拍电动的资历已经40年。上起先是讲囡仔做伙耍老式爱装卡大游戏机。阿嬷讲，遮尔好耍的物件，但是敢若伊一个人享受就伤过拍算啊。私自身ね、それでね、何歳って区切らずね、こんにちは。今回もバイオハザード RE3 を続けてやっていきます。规头拢是白头鬃，但是洗甲整整齐，有精神的问好嘛，互网友印象真深。但是若随进入游戏的世界，温柔的阿嬷就随定静起来。なんとか終わりました。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普段でね、だからね、頭がよく働くようにね、やっぱりね、いろんなことを進んでやるようにしてます。難しいからって拒否しないでね、難しいことにね、もう挑戦するようにしてますね。阿嬷拍电动已经40年啊，捌摕过200外个奖。不过伊毋敢若是拍电动尔尔，一直到80外岁嘛，佫常常游泳做运动，到呾体能甲健康拢真好。伊认为人应该找到家己的热情甲喜欢的物件，嘛鼓励大众伫卖兴过头的前提之下，享受电动世界的冒险刺激甲幻想。今後と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英国，英国上届出名流浪猫，嘛是电影《拄着鸡鸟》的主角 Bob 6月15死去啊。这只猫啊，才到14岁。Bob 原本是一只流浪猫，伫咧2007年的时，拄着食毒的主人，甲捡起来饲，两个互相做伴，嘛被主人解毒，改变主人的人生。故事有出作册，嘛有拍做电影，感动全世界的侪人。即马猫啊死去啊，伊主人讲嘛感觉伊人生有一把火失去啊。In the past, I've screwed up every opportunity I've been given. I used to smile.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今日过会记的电影拄着龟鸟爸爸内面，迄只正乖、顾互人正介意的英国流浪鸟爸爸，伊背叛主人詹姆斯·伯恩解毒，重启人生的故事，感动真侪人。不过爸爸的 fans 可能会心碎。出版商证实，爸爸伫咧英国时间15过身，享年14岁。Thank you. 伯恩2007年拄着爸爸的时阵，迄当阵伊正瘦也受伤。伯恩虽然家己也食毒，经济状况也无好，也是收养爸爸。爸爸陪伯恩行过辛苦的解毒过程，陪伊到龟头演出卖杂志。因的组合引起当地媒体关注，也互伯恩有出资的机会。I'm just so grateful to this little man that he's given me all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that he's changed so many people's opinions around the world. 伯恩甲爸爸的故事，拄着龟鸟爸爸，2010年出版了，正受欢迎。迄个作品以40种语言出版，也改编做同名电影。爸爸家己演是全世界上有名的龟鸟，电影也拍续集。He knows what the camera is, and he knows that the attention's on him whenever we're on a plane or on a train or any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He's just very, very mellow and very, very confident in himself. He's a really great cat. 高照爸爸等袂着续集，就先结束鸟生旅程。伯恩伫生命中讲，爸爸解救我就这么简单。爸爸予伊的唔但是陪伴，也佫予伊找到人生的方向甲目标。即马袂输4年刚失去啊，会永远记着爸爸。Luckily for me, I had a very important companion to help with my second chance. 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今仔日同款是高温烧热的天气，而且紫外线的指数会达到危险的级数。花莲高温会升到38度以上，伫台东的台雾有可能会透火烧风，乡亲一定要做好早日加啉水。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温度上低27度，上悬32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作金纸，罗马字写作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那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的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定定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地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啊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气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杀家己，家己人互相相答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也是12碗。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唔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那摕来拜拜对神明不敬。
就较无适合。有一句俗语讲：先顾腹肚，才顾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例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伫八界拜天公，家己抬家己，先顾腹肚，才顾佛祖。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